每日隨機鎖匙盤，今日嚟睇呢條。今日我哋嚟睇都會站3房套房連特大平台。入嚟門口位置就係洗手間，入邊都有重新裝修，然後係浴缸嘅設計。出翻嚟我哋再望翻個客飯廳，係一個長方形客飯廳，十分實用。業主亦都有擺齊一啲家私喺度俾未來租客可以使用。其後我哋望翻個廚房位置係 U 型廚房，成個櫥櫃換晒不鏽鋼，所有家電、雪櫃、洗衣機、煮食爐一應俱全。跟住去另一間睡房睇睇，入邊做咗床架，同埋換咗新嘅分體式冷氣機、衣櫃。跟住去埋主人房嘅位置，佢係一個有主人套廁嘅單位。同樣冷氣機都換咗大金，同埋整咗床架同衣櫃等等。睇埋個洗手間都係十分整潔，同埋都係浴缸嘅設計。最後我哋去埋單位嘅重點就係有個特大嘅平台。依家我哋就出去睇一睇。咁出到嚟可以睇到個平台十分之遼闊，十分大。跟住喺另一個角度再睇翻過去，行前少少仲可以望晒成個會所，十分開揚，內園睇通睇透，仲有個特大泳池添，180度內園景觀。